好，咱保餅大水庫佇咧屏東遮龍魚跳木這個損害，到今仔日都有2億3,000萬。也針對徛家厝淹水，縣府有擴大補助，就算講這個水啊，伊無50公分，嘛會當請錢1萬塊。另外，領導大敗是幫部去再去縣府去到現場視察，要來規劃補強的工程。點仔加路必開放力部分爆發直接被塞到，主要是領導大敗放棄。200再起好天縣府順時在村狀況也規劃短期甲中長期工程全面補強。即馬極端氣候之下，水大，水的速度緊，所以下骹白田的物件迄個偷刷去。屏東即擺受創嚴重，生活國小也真做受災戶，教具冊本未少浸佇水內，師生趁拜節鬥相共摒掃，縣府也公布出淹水補助辦法，原本規定愛室內淹水50公分以上才能申請，即擺透過專項放定標準，淹水無50公分也申請每戶補助1萬。相關的積水也都退了哈，但是我們的農漁畜牧的損害非常嚴重，大概目前的統計已經超過1億3,000萬。到一被屏東的龍魚跳埔損害已經1億3,000萬，各鄉也有同款的情形，尤其美濃基山上嚴重，到一被早起10點，龍跳埔產業財損5,000萬，其中農產業損失超過4,700萬，受損是芭樂木瓜上濟，親像高雄阿蓮區這個芭樂園，世界因看到因採收的果子被拍落來，農民真無奈。和往年比嘞，往年比的話，這一次比較慘，大概差多少吧？這一次打下來，應該會打掉1-2千顆左右。家己紅龍果園也出現災情，農民辛苦種的紅龍果都是開花期，煞拄到這麼大的雨勢，紅龍果花無法度受粉爛去，攏愛全部掛掉。花雖然結果果子所已經互霉菌感染，也愛掛掉，卻也影響未來3個月產期。我們關鍵嘛，就是最主要就是要趕快請班員就趕快把它割除，然後之後要做殺菌，園區做整園的殺菌。縣府統計，台北市紅龍果園受損差不多5公頃，已經通報到災情通報系統，呼籲中央趕緊核定天災現金救助。中央統計專台農業散布甲民間設施受災上嚴重的縣市是屏東，再是高雄甲台南。天氣轉好，暗過加遠要開放縣鄉，還有一段時間。記者綜合報道。